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到一位呢日本料理的一个教学非常丰富，但是非常年轻的这个阳光超人啊，徐俊宏来到我们的节目啊。其实今天他要跟大家分享的这2道料理呢，其中一道呢是日式料理的必点，小朋友的最爱就是呢茶碗蒸。我们来欢迎这个阳光超人。Hello， 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你们好吗？老师要来教大家呢，也是我的最爱呀，玉子烧。赶快来看啊，都是蛋的料理啊，小朋友的最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这个玉子烧哈，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蛋哈都打散。那打散之后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个葱哈。那这个葱啊哈，我们是要拿来做什么的？葱是要拿来做我们的包在里面的馅。包在里面的馅哈，那你不要放在里面了。玉子烧它这个煎的时候啊，里面的内馅，观众朋友都可以做变化。比如说你想要鳗鱼，或者是放披萨丝也 OK。哦，那观众朋友如果家里面有披萨丝，小朋友喜欢吃披萨丝，就是 cheese 的丝啊哈，就是那个吃起来会这样子黏黏的，有时候都放在面包上面去烤的这个 cheese 丝哦。或者是说你要放葱也 OK 哈。那葱的话呢，我们给它切小小的葱花。那在切这个葱花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切到那个有点卖那个牛肉面的那种粗度哈，我们要的是细的感觉哈。因为最主要的是我要呈现的是层次感，所以我要把它分开了，我不要放在一起哈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想要做一点变化，把菜包在玉子烧里面，那观众朋友可以尝试看看这个做法，我也不反对。或者是你要加布拉吉，要加玉米，其实都 OK。那观众朋友要记得哦，如果你要加布拉吉，还是你要加玉米，你要记得哦，你里面的调味料一定要做变化。假如观众朋友要放布拉吉，请你把盐巴全部拿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布拉吉有咸度。有咸度，对。那如果你要加玉米的话，请把玉米的水分沥干净，再把它包在里面。如果你要放披萨丝、cheese， 咸度也要直接拿掉。老师，这个要过滤吗？对，要过滤。那我帮你过滤吗？调味料放进来。哦，要先放调味料，这全部放吗？对。这是糖。这个是糖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盐巴。那这个本身这个味道来讲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我在这里面我有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。在日本来讲的话，哈，他们在做这个料理来讲的话，他们是用茶鱼汤去做玉子烧，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做创作方面的料理，所以我就去把这个玉子烧的茶鱼汤把它变成有点牛奶的味道在里面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东西要放哈，不要忘了啊。这一道玉子烧，它的主角就是牛奶。牛奶的话，你可以用动物性鲜奶油，你也可以正要说嘞，鲜乳也可以。哦，那用牛奶或者用鲜奶油做出来的那个，不管是煎蛋、炒蛋，什么蛋啊，超级嫩哦，老师，真的很好吃，风味完全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哈。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牛奶加进来哈。好，那个。不要用植物性的，因为植物性有甜度哈，那吃起来的话，它的味道太毒恶了。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做这个过滤的动作哈。请你帮我拿着哈，举高哈，然后开始来做过滤。那等一下煎起来的玉子烧会比较嫩，而且比较细致。它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蛋白浮在上面哈。那过滤的时候再来煎的玉子烧就会滑嫩，而且比较不会有杂质。再加上蛋白，它是一个很有韧性的材料，它会影响到它的那个口感的这个均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子我们把它加热。那我们先做热锅哈，让它的那个毛细孔可以打开。打开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锅子哈，它已经加热到有点温度了，有点温度之后，我看到它毛细孔打开了。毛细孔打开了哈，打开之后你会感受它那个手是有温度的，你摸摸看。哇，好舒服啊！我的手正好冬天很温暖，好舒服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要用这个油哈，橄榄油或沙拉油都 OK 哈。在表面上啊，我们给它抹一抹哈，然后让它充分的就是吃进这个油哈，多余的油倒回来哈，当然表面薄薄的油就可以了。OK， 如何判断温度够不够呢？来，很简单，我们首先滴一滴蛋液下来。怎么样？然后有听到声音，就表示它的温度其实是已经 OK 了。首先，我们先煎第一层。好，观众朋友看一下哈，我现在充分的摇晃它，左右摇。我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个动作？因为锅子它有余温，它相当的烫哈，所以我在摇的过程当中，它一直在凝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
泡泡戳破哈，然后火候大概是这样子，不要太大哈，有点点是中火再下来一些些，文火再上来一些些的这个间距哈。然后在煎的时候呢，就稍微边边烤一下，因为它是4个角，所以是1、2、3、4这样子，所以等于是说4个角跟中间你都有烤到。如果你只有放中间，4个角烤不到，烤不到。好，现在凝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继续煎哈。那这个在煎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让它的底部有一点点起泡。底部有起泡的时候，表示它会跟锅面脱离了。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去做分体的动作哈。那我们现在先稍微刮一下这个边边哈。第一层通常都会比较不好煎。老师，那像我技术不好的话，我可以说第一层煎一煎，把它扒掉，然后往嘴里面一塞，然后再来煎第2片，做我的第1片也是 OK 这样也可以，对。那因为通常第一层会比较不好看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我们会包在里面。其实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最后那一层啊，你一定要漂亮，因为这个是包在里面的，就比较没有差。那观众朋友看一下哈，它的表面已经开始产生作用了，不会有泡泡。对。就表示它已经开始在做脱离的动作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蛋往里面往里面。那通常第一层它会比较不好煎哈，所以我都会把它往里面。表面有这个的话，来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沾一些油，然后这样子充分的再把它刷干净一点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我们这个表面就把它刮一刮。好，然后这边再抹一些油哈。好。那我们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呢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再来继续加热哈，加热到我刚刚说的，就是蛋液滴下去然后它会成型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你看到它的油开始在跳的时候啊，把我们的蛋汁加下去，然后这个蛋呢要把它拿起来，让它能够充分的吃到。就是说，刚刚第1层蛋的底下还要让它跑进去，对，下方要让它跑进去哦。好，然后我知道了，然后再这样子把它卷起来，是不是？没错。那在翻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技巧跟诀窍，那等一下老师会跟观众朋友讲，要翻的时候怎么翻。它有点皱褶，就表示它已经跟它的锅面脱离了。那我们这个边边4个角要烤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轻轻的翻过来。哎呦，老师你翻慢一点。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哈，观众朋友你看清楚了吗？有金黄色，有没有？金黄色。然后我们再来做一次，金黄色的。所以一边弄的时候，一边要把锅子这样子咯。对，这是用抛的感觉，然后这边压一下。好。我们这边再抹油。抹完油之后呢，往前。再抹油。然后这里再抹油。再来呢，我们让锅子再让它温度上来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样再来把这个蛋汁淋上来。大约是1匙的量然后再把它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拿起来，然后让它能够包到，然后再左右摇晃。那这样子蛋它才会扒在上面还会扒在上面。这里有半熟的状态，我们就撒一些我们的这个葱花进来或者我们的起司丝，放一些葱花或者是我们的鳗鱼，这个时候就加进来了。放一些葱花，那你要加多少？看你个人你这个季节可以吃多一点葱花，你就放多一点葱花没有关系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时候放呢？因为顺便煎嘛，可以缩短我们的时间。我来做翻面观众同学注意看来一次压一下，2，哇。看到这边有一点点破掉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后面的话要煎2次，那个线才会在中间。往前滑一些，我们再翻过来。完成了吗？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对，这个都是我们玉子烧的成品。有谁可以拒绝得了这个蛋的料理？不管蛋做蛋糕啦，做什么荷包蛋啦，茶碗蒸啦，或者玉子烧，很少人可以拒绝这个味道。尤其加了牛奶之后，真的好香哦。对，它的香气是会跟那个牛奶的味道整个融合在一起。对啊，观众朋友就说：“厨长，你不要那么靠近好吗？真的太香了。”好，而且你会感觉到它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。对，很有弹性的好，这个就是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个玉子烧。香葱玉子烧的食材有牛奶150克、蛋15颗、盐5克、糖65克、葱适量。
香葱玉子烧的做法：将蛋、盐、糖、牛奶拌匀后，过筛备用。葱切末备用。玉子烧专用锅烧热抹油，再下蛋液，逐一堆叠上去，在中间放进葱末，再一层一层煎上堆叠，即完成喽。